我哋嘅記者張友仁而家就喺大埔區海濱公園現場。友仁你好啊，龍舟比賽進行成點？現場嘅氣氛又係點啊？ David 你好啊，現在我喺大埔海濱公園呢一度。咁今日喺呢度除咗舉行龍舟賽事之外，仲設置咗一個美食區。其實現在咧係晏晝嘅賽事先至啱啱開始。咁我哋見到美食區呢一度仍然係有非常多嘅市民喺呢一度飲飲食食啦，嚟體驗一下一個悠閒嘅一個週末啊！喺現場我哋見到咧有好多美食嘅攤檔啦。咁今日係端午佳節啦，咁當然係有攤檔會售賣一啲傳統嘅美食啦、粽啦咁樣。咁非常之人性化嘅一點就係咧，檔主會幫啲顧客將啲粽提前分好晒，咁你直接攞到手就可以直接食啦。咁除咗傳統美食之外，喺現場我都留意到有好多檔主咧係售賣一啲非常之符合當下大眾潮流中意食嘅一啲美食，咁包括一啲精釀嘅啤酒啦，有一啲 gelato 雪糕啦，又或者係甚至係有一啲cafe 將自己拿手嘅蛋糕或者係好飲嘅各種類型嘅咖啡都會帶到現場。咁所以咧係吸引咗好多市民，大概10點零11點就已經嚟到現場去體驗呢啲美食啦。咁同埋見到咧好多係全家總動員嘅，所以現場咧係除咗美食攤檔之外咧，其實仲有其他嘅區域係設置咗，例如樂高嘅家庭嘅手工工作坊嘅。咁同埋咧仲會有香港國安法發布5週年嘅展覽。咁所以大家除咗喺度飲飲食食之外，仲會有展覽啊，或者係手工活動可以體驗。而賽事方面咧，晏晝先啱啱開始，預計全日會舉行26場。咁朝早咧係舉行咗15場，啱啱已經舉行咗一個中場嘅頒獎同埋休息儀式啦。晏晝嘅賽事先至啱啱開始，咁我哋去到現場咧都會持續關注嘅。同埋今日嘅天氣都唔錯，咁雖然咧比較多雲，但係冇出太陽，亦都冇落雨，唔係好凍，亦唔係好熱，正係舉行賽事嘅良好時機。咁目前我喺現場了解到嘅情況就係咁樣，先將時間交翻俾 David。